来看南美洲委内瑞拉总统大选的结果引起正大的争议。委内瑞拉的中选会昨宣布讲，现任的总统马杜罗摕到过半的选票连任。也毋过反对派的候选人是指出讲，出口民调显示讲，因摕到超过70%的选票，批评讲有作票。毋但伫国内有抗议哦，一寡国家对选举的结果嘛有质疑。 这类高处发射的声音，民众一直在休。日国的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干那战场，质疑现任总统马杜罗作弊才连任的民众，伫街仔路和顶部警察是爆发激烈的冲突，爱马杜罗较紧落台。 Queremos libertad, queremos que se vaya Maduro, vete Maduro, coño de tu madre. 委内瑞拉二届总统大选，英国的中选会宣布讲，已经执政11年，61岁现任总统马杜罗，以51%的得票率是拍败反对派的贡萨雷斯和马查多的44%，赢第3个总统6年的任期。但是选前真侪间独立民调拢显示讲，反对派的支持率拢超过70%，马杜罗的支持率大多数拢伫15%到35%之间。 La diferencia fue en todos los estados de Venezuela, en todos los estratos, en todos los sectores, en todos ganamos y ganaste. Quiero agradecerle a la comunidad internacional por su solidaridad y apoyo a Venezuela en estos momentos. 目前，中南美洲的国家，干那古巴、尼加拉瓜、洪都拉斯和玻利维亚是恭喜马杜罗来连任。国际、中俄两国嘛承认这摆的选举结果。不过，南美地区包括巴西、阿根廷和智利等7个国家是无承认美国大选的结果。马杜罗嘛下令，英国的外交人员爱撤离这个国家。巴拿马是宣布暂停两国的外交关系。阿根廷总统米雷伊阁直接讲马杜罗是独裁者。 联合国、欧盟和美国这西方国家，拢对美国官方的大选结果表示关心，质疑讲并无真正反映出美国人民的意志。马杜罗阁一摆选赢，代表委内瑞拉当1/4世纪拢伫社会主义的统治之下。马杜罗前2个任期，美国已经有超过770万人变作移民，走去国外来讨生活。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。